右轉入走啊，唔該。係。落停車場。邊度？直去停車場落下邊。拍卡入閘，有15分鐘免費。又玩嘢咧，管理處。你撳下邊個掣？撳管理處嗰掣。嗱，又玩嘢。又管理處，我睇唔到。你玩嘢啊！好，轉右唔該，沿住個氹氹轉右。第二個路口先直入，呢個第一個路口唔好理佢。第二個路口即係呢個。